開屏一定係孔雀嘅專利嚟嘅喎，咁就好似呢一種孔雀蜘蛛，會高舉佢色彩斑斕嘅腹部，好似孔雀開屏咁展示魅力。澳洲生物學家最近發現2個新品種，咁佢哋更加會跳起求偶舞。腹部色彩鮮豔，更加會好似孔雀開屏咁反起腹部，展示自己強項。呢一種體型同粒米差唔多大嘅孔雀蜘蛛，目前已知大約有30個品種，大多數生於澳洲。最近有生物學家喺昆士蘭南部發現多2個新品種，並且為佢哋命名，包括呢一種腹部佈滿藍紅間條，學名喺拉丁文中解作搖動，更加俾人改咗個花名閃爍嘅鬆餅。高舉第3對腳，快速上下揮動，反起腹部展示亮麗色彩。左右走動，保持動作20-30秒。斑斕嘅色彩係紅蜘蛛獨有，突出嘅外形加上求偶舞，只求討好異性，繁衍下一代。至於另一種同樣會擺動身體吸引異性嘅新品種蜘蛛，驟眼睇落好似萬聖節嘅骷髏骨裝扮咁，佢嘅學名正正有骷髏骨嘅意思。雖然呢一種紅蜘蛛冇耀目嘅外表，要吸引異性就靠心思取勝。若果雌蜘蛛企喺葉面上面，雄蜘蛛就會從葉底倒吊接近，並且會挺起腹部同埋不停轉換腳嘅姿勢吸引對方。學者話新蜘蛛嘅外表睇落同以往發現嘅孔雀蜘蛛明顯有別，反映孔雀蜘蛛嘅多樣性可能比想像中仲要多。